兒嘴饞的不行。你本该锦衣玉食，却在这粗茶淡饭，还要自己狩猎。锦缎有什么好的呀？一爬树就撕破了，还不如葛衣耐磨。对了，今日你给我带来什么了？我给你带了周礼，一共6篇，这是天官种载篇。每10日我给你带1卷，之後我就還給夫子，再給你換下1卷。子歇哥哥，你整日給太子做伴讀，變得這麼懶，我早就告訴過你吧，讓你多給我帶些書簡來，你就是不肯多帶。讀書百遍，其義自現，不可圖快。不許你教訓我。好，我不教訓月兒，只可惜在這陵園之中為先王狩獵，禮樂書數預設着流離，除了書跟數有點微末之技，我可以教你外，其他的都學不了。誰說的？我軟鞭百發百中，學會了騎馬，魁姑還教我彈箜篌、吹排箫。眼下我已經開始學3禮了。你說的那些不過是皮毛，算不得正式6禮。禮不是書，不是誰學會了背書就能了解的。居一氣，養一體，只有從小生活在宮裡，經過各種的朝聖祭禮，才知道禮是什麼。樂是要用耳朵來聽。魁姑畢竟只是個女婢，她能教你的只是小技，像雲門、大弦、大勺、大夏、大戶、大舞這6樂和幾百人的那種大舞，你沒看過聽過，用竹簡是學不到的。真煩！你說了這麼多，就是想告訴我宮裡如何好，這裡如何不好，可我偏覺得這裡好。嘿，讓我來看看這匹宮裡來的好馬跑得有多快。駕！哎呀！山雞呢？山雞不是在那兒嗎？哎呦，月兒，你怎麼了？你手上怎麼有血？是不是跌傷了？肚子疼。你肯定是摔傷了。走，我抱你回去。魁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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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了？姐姐没事吧？月兒剛才她說她肚子疼，衣服後面有血，肯定是跌傷了。魁姑，月兒傷得要緊嗎？不要緊。姑姑是說月兒她傷得不重。你和蓉兒先出去，我來打理。我也許能搭把手。出去。魁姑，這個忙你們誰都幫不上。我沒有跌傷，就是肚子疼，在流血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月兒長大了，要做女人了。不，姑姑誆人。姑姑何曾誆過月兒？姑姑就是誆人。月兒不要做女人，月兒要當男人。做女人有什麼不好？就是不好。宮中有那麼多女人，就圍着父王一個人轉。娘親就是女人，只能日日站在門口傻等。我不要做女人。這事兒啊，由不得月兒，也由不得姑姑，是少司命早就安排好的。就不能改變嗎？月兒，換套乾淨的衣服吧。月兒，姐姐，月兒，月兒，魁姑給你療傷了嗎？月兒，你哭什麼？魁姑說，這是少司命的安排。少司命？
聽屈夫子說，宮裡頭又開始给大王选妃了。宮裡頭的女子都跟蟋蟀似的鬥來鬥去，怎么還會有這麼多人想進來？女孩子家15歲及笄，之後父母就給他們尋婆家。如今楚國戰事不斷，昨日心腹，明日寡婦的女子比比皆是。若是能留在宮中，總比嫁到尋常人家要好些。我該走了。身上有股异味。嘘，你疯了吗？说这样的疯话，你还想让大王看上你？那假如有人問起，姐姐該如何應對？就說什麼都沒聞到。你等退下，後面的上前來。拜見大王。抬起頭來。你。小女子尚蓉兒，拜見大王。何故離寡人那麼遠啊？大王神武，小女子敬服。上前來。再上前來。寡人問你，你可聞到什麼氣味沒有？說話呀，聞到沒有？香味兒，整個大殿都是熏香的氣味。哼，還磨嘰什麼？別耽誤了別人的好時辰，快走吧。